韩国国会通过单协总统尹锡悦，执政党的党魁韩东勋因为表态爱通过单协案，16个时阵宣布请辞。不过，伊嘛强调讲，伊无后悔支持单协。也若同一天，宪法法庭正式启动单协案审理的程序，联合调查小组嘛要求尹锡悦18都要到案说明。 今日会议室向记者鞠躬，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魁韩东勋宣布请辞党魁职务。 국민의힘 당대표직을 내려놓습니다. 최고위원들의 사퇴로 최고위가 붕괴되어 더 이상 당대표로서의 정상적인 임무 수행이 불가능해졌습니다. 韩国国会则是用204张赞成票通过单协总统尹锡悦。韩东勋因为表态必须通过单协案，和执政党议员至少12人投赞成票，嫌国党内经济议员无赞成伊表态，造成党内严重分裂，会无法度进行党务请辞。严国伊强调无后悔支持单协。 저는 대통령에 대한 직무정지가 시급히 필요한 상황이었다고 판단했습니다. 그 과정에서 나라와 국민만 생각했다라는 말씀을 드립니다. 후회하지 않습니다. 尹锡悦单协案通过后，韩国宪法法院伫16启动审理程序，召开头一届法官会议，必须爱伫180天以内，明年6月中进前做出决定，是毋是维持单协。若是决定维持单协，尹锡悦会受到罢免。韩国必须爱伫接落来60天以内补选总统。另外，伫尹锡悦涉嫌内乱罪加滥用职权罪方面，尹锡悦15已经拒绝接受检方的传唤，检方预估16会个发出传票。警方甲反贪腐机构甲国防部的调查单位嘛组成联合调查小组，要求尹锡悦伫18早起10点到案说明。暂时韩国国务由总理韩德洙代理总统，伊伫19甲美国总统拜登电话会谈，承诺韩国会稳定执行外交甲安全政策，甲稳定金融市场。上台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表示未担协韩德洙，说提出由朝野政党共同组成国政协商机制，和国会党甲政府共同参与恢复国政的运作。部分韩国媒体报道，这是李在明佮一摆行向总统大位的头一步。 韩德洙当期伫执政方面无分党派，严格执政党的党鞭，宽宪党用共同民主党伫单协案通过了后，关键焦点由推翻政府转做主导国政的运作是无妥当的做理由，拒绝李在明的提案。公视新闻台是董炳耀。